應承我日本行程留一站去日式庭園 high 個 tea。今集同大家去大阪呢間1858年開到而家嘅百年和果子店浪放庵，上過電視，連日本人都會嚟朝聖嘅 level。成間鋪頭唔大，主要3個位：庭園、茶室、手信區，冇啦。侘寂風庭園靚就靚在嗰種唔完美樸素嘅感覺，環境靜靜地，好治癒嘅。坐喺茶室度飲茶，成個人好似同個庭園融為一體咁啊！塊大玻璃窗將外面個景翻到成幅畫咁，四季變化都喺你眼前，真心正。我哋好彩撞正佢162週年，有好多新嘢事，叫咗個浪吉十式，3245 yen， 大概降至172。人氣產品集合體嚟，包埋佢最出名嘅炭燒醬油年糕噶啦。其他你當佢係銅鑼燒餡料自由套餐咁玩啦。個年糕呢係即叫即燒，純米做，包住鹹甜嘅醬料，係我食過最軟最拉絲嘅年糕啊！布丁都好好食喎，佢重奶味好足料，你睇下滗落去實噶。跟住呢就可以溝嚟溝去啦，紅豆加 cream 加栗子，牛油加鹽加抹茶豆餡，你想點溝都得。是但一款就咁食都好食噶喎，呢間啲嘢呢唔會一味得個死甜，唔後悔啊！啲餡多到呢，本身嗰2塊餅皮都唔夠裝，我哋忍唔住嗌多咗份餅皮，275 yen， 15蚊度。頭先個年糕醬都唔好嘥喎，試下淋落個雲呢拿雪糕度食。多咗個鹹味咯。嘢飲方面嗌咗一熱一凍，玉露茶即係綠茶啦。一罌茶葉咧可以沖到3杯嘅，茶葉倒落茶壺度，再加熱水，等佢30秒就得啦。口感溫和唔澀嘅，仲可以抗氧化同提神啦。食甜嘢啱晒啦，仲嗌咗個凍嘅抹茶拿鐵，個糖水係另上嘅，甜到自己話事，抵讚。最後埋單4895 yen， 大概降至259蚊度，送咗2張50 yen 嘅優惠券俾我哋買手信。我睇中咗呢個達摩字袋，好得意啊！入面呢其實係2個豆沙包嚟，可以攞翻去同朋友 share 啦。記得要預約，我哋提前半個月 book， 已經冇咩位揀噶啦。最後坐到嘅梳化位都好舒服，4半可以坐到5.9，有成1個鐘3個字，夠時間俾你慢慢影下相、食下嘢、hea 下。如果你行厭咗啲景點嘢，想搵個地方靜靜地感受下禪意美學，不妨下次嚟日本搵間試下。多謝收睇，拜拜，我哋下次見啦。